家加油好声！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丽。大家好，我是韵韵。赵丽，我跟你讲哦，在信州啊有只王国，嗰只王国呢当中啊有只绿宝藏。那绿宝藏当神奇哦，就会啊不管是用半简单嘅食材，加落去食东西都会当好食。小太啦。你催眠呢？唔係啦，你有聽到關鍵詞嗎？當然係你懂。你說睇啦，綠寶藏。綠寶藏。綠寶藏咩意思啊？嗱，綠寶藏就係食材，比如講啊，有隻梅啊，加落去，好咧，食材就當好食。騙你，不是騙你。唔係假人都好食，綠寶藏唔係邊嘛嘅？邊魚翅燕窩。好啦，冇啦，講緊到，喺介紹你係談演出來，本意點嘛？講到綠寶藏，先得㗎，好冇？專業好，介紹今日來賓黎美娟小姐，歡迎你。美娟，好有活力哦，美娟你好。你好。沒有綠寶藏。哎呦，真的是綠寶藏，所以綠寶藏是技術上嘅。哎呀，以後，而家攏係講暗動，然後都而家攏係講埋故事。綠寶藏係乜嘢東西？綠寶藏哈，其實是講喺的出自我們信州人寶山鄉的芥蘭。哦，芥蘭，香山的芥蘭，很好。我當好是芥蘭，細時節芥蘭有當多種，譬如講有生的，有滷的，有洗澡的，跟黃黃的有冇？就按蜜餞，係蜜餞嗰種的，有辣的呀，唔辣的呀，酸的嘛。跟人綠寶藏有乜特別的地方？綠寶藏有乜特別的地方？佢對身體動好啊。什麼？佢又係鹼性嘅，然後佢東陰地哦，從來都食鈣質，係咪所以講係芝麻？可是地冇個芝麻哈，芥蘭嘅鈣質係芝麻的4倍，然後牛奶的2倍，牛奶的2倍。跟你3號的黑梅龍來講，它可能維他命 C， 也可能是奇異果或者是什麼的8倍高標。我是很會舉例的。膳食纖維哦，跟纖維質都夠。那你橄欖的那個作用啊，還有它營養價值按高呢？其實哈，那個主菜梗係要會芥蘭啦，哈，當我哋推翻嚟而家芥蘭，其實冇強冇強哦，冇強看科，那個東西咪要分科屬種咩？係啊，兩樣係按喺度推翻按到正經嘅芥蘭。OK， 科它是橄欖科橄欖種，應該跟從該甲就會芥蘭，那是木犀科。哦，冇強用種。對啊，你才是真正的綠寶藏。然後做超市，那你要推翻呢？原生種哎，地步係降佛的，那種降佛的，它其實有就是我們講這個有藥性。那就在樹當北面可能動都講芥蘭得一點入藥，對，入菜，所以它是有藥性的。對我跟你講，哈，芥蘭就係我跟你係寶藏。兩頓我就推翻一成，我就推翻一寶藏。哦，按你來嘅哦。正經係綠寶藏係咩？正經講啊，綠寶藏講到按清楚哎。剛才是上課，我們現在要實務操作了哈。今天做菜哦。係，今天做菜。來，先做乜嘢？來煮湯。第一道菜就做湯哦，什麼湯？啊，煮菇菇湯啊。菇菇湯，哈，橄欖菇菇湯。對，橄欖菇菇湯，我們只用芥蘭哈來煮，就是熬這個湯，讓它的營養啊哈可以跑到這個湯裡面。好的，對，然後就水來做，好冇？來，好，先做乜嘢？先來切薑嗎？啲水要先好冇？來，已經幫我開火，謝謝。好。人家嫁過來都嫁唔亂，嫁爛先生。你係嫁過落嫁爛先生，因為安樣先洗臉樣。不用嘛，因為他以前有啊是專門走生意嘛，他是小愛狗表，走生意走生意是安尼啊，就是人家吃飯的時候，佢就走條路啊，但因啥走條路，些佢越表裏表解，但真正嘅食盤那些係咩三公冇辦呀，冇說聽唔懂嗰啲事件嘛，但些佢嘅胃腸是白黑的呀，但白黑的是呢是就是生了一場大病，就轉補腎炎，轉補腎，然後嗰些阿婆。當然後是煮了芥蘭，煮梅煮湯是都按煮個味搭串散，不給是湯啊，係全部用芥蘭。然後一食了以後就發現，偏熟，就是上廁所很順暢，很順暢了。而且橄欖然後因為它的酚類化合物，好，這個東西很多，這個抗老化啊，然後又抗菌啊。我煮湯，冇那這個，於是因為它其
心里有好杂的啊，嘿，对啊，心里有好杂的是冻好，来，然后好，那因为要煮汤，煮汤呢就冻种啦是先落去，先不给先煮，该营养啊哈，先把它精华出来，该切咖来没时间哈，冻种呀嘿，你哪还按大切煮，大切切哈，切落，一点大棒切，哦，一天大棒切，嘿，大棒切，跟切还一通讲咩讲冻难切咩？系啊，哎唔会咧，切汤唔系吧？你看，个地板又直又很软，烤一下之后咧，哦，你看，跟你弄讲哦，俺细细时间阿婆本来是咧吸收出到出迄橄榄蜜饯，嘿，然后讲底摆肚啊，它其实把这肉吃掉以后，你底摆肚两块油毛，你用锤子把它敲开，它里面这个很好吃哎，底摆肚俩，等后色咯，来。杨老师，哦，大棒切知道吗？炸好来不用玩干。呀好。既然是咕咕的话，吃了就咕咕咕。然后现在刚好水果像公鸡体哎，冬瓜。水果呢，俺都是到冬瓜不用了。其实这个按照当季的食材来标嘛哈。我都等于差不多就好滚的。不过一般啊，好，俺会不用俩。你係乜嘅？一係猴頭菇。猴頭菇。係，你猴頭菇就話你煮到薄米後，叫它甜甜。湯頭會很好。佢唔講煮哦，講米越煮越香。猴頭菇，很高級的食材耶。就是吃素就要吃得好一點。導播現在應該很開心，因為我們導播是吃素。太棒了。好，其實我都不開店哈，我都請財煮呢。其實你真簡單，跟唔係加落兩味來講，佢是實在哦。係，其實實在凍好啊，實在哈是講好，就是環保啦。對，對這個世界。然後對身體也是環保。杏鮑菇。杏鮑菇。還有倆一般的生香菇。它都好是倆生香菇。其實台灣的菇類真的都，我覺得都做得很好，而且實在咩做得適合當健康，當澎湃，因為你睇環境。我說真的哦，其實很多國外的明星或國外的名人，他們也都在吃素哎。吃素有很多種豐盛嘛，知道嗎？對啊。當然修身養性，我覺得很重要，倒是真的。有時候從那個實在一些，就啊某店賣東西哈，那地方又不用算的話，跟賣都是那種啊，真是太幾好了。我還有講實在一些就啊，剛才偏就不講。應該做唔得先咧，我就講，唔好講。其實將來寫的時候，姑姑有問我婆婆講，做唔得先牛哦，然後我姑姑出來去那個吃點牛肉麵，牛肉湯麵，我講冇生牛，還是牛肉湯麵，中間脫離啊，梅花和尚就對了。其實菇類很容易就熟了哈。對。你剛剛講我水米當標，你差一點點的水標落去，你係乜嘅？那還素羊肉。素羊肉，素的，它其實就是豆製品嘛。豆製品啊，還有那種像香菇頭，香菇地，它去做的那個。是。有嗎？有啦。我沒講凍好是的，你講好是講，這個就是煮湯的時候一個調味，因為其實這個都是加工過的。係啦，這個沒講緊定凍監控。莫不用按豆。莫不用按豆。那因為這個有甜味，如果太快放到湯裡面的話呢，那個甜味啊會不見。所以這個通常都是跟就是最後的時候再放，我們再放。因為佢係熟嘅食品咧，然後佢加熱就好。還有啊，因為我提講菇類其實有很多多糖體，一定要煮，它的多糖體才會出來，然後營養才會夠。哇，我聞到那個我皮都該香梅咧，係啊，韓國你係痛的，溜就嗆色。好，我們來調味，加點鹽巴，還有鹽。來轉，我幫你。好，你講停哦哈。再來一點，好，可以。你鹽係仔嘅，那應該鹽係那個胡椒粉。有誰的鹽是混的嗎？有啊，一點點哦，冇差幾。來，這樣做的哈。它是好是胡椒做的，它豆的。哎呀，胡椒粉本身沒動油。哎呀，開玩笑。好浪帶，好浪帶啊！好稀的胡椒粉，心裡好念。它如咖喱愛用嗎？又會讓身體整個熱起來。對，血液循環增加一下，這樣。好。好，一定要滾的，係冇？對，然後我們就先蓋起來。蓋一下。給甜過的時間來摸一下，好冇？譬如講你是橄欖世家了哈，算第二代風水師叫橄欖世家，對，我們是第二代。第二代好，那更重要。
搞太敢用蛮 top 橄榄油，挑基本上要好的橄榄油，它应该要有就是辣味，是因为辣，嘿，辣嘞，就是入喉的时候，然后呢，还要一点苦，就是你入喉的时候舌根要苦，是，好，吞下去要有辣味，然后还有就是你洗，因为觉得讲哈，该油好喷，因为讲开，嘿。我们这样泡泡的，好像散散的，像水一样，像水那种，一般很浑厚，然后它就会停留在你的牙齿表面。好，然后你就记得管，跟喷喷没，然后你还可以怎么试呢？你可以在嘴巴里面，然后让它停留一下。抿一下，抿一下，然后再慢慢吞，然后变成护唇膏。哎，可以真给呢。我有时候切到啊，像这个烫到啊，我就会铺厚一层，擦一下就好了。哦，那有黑就是比较好的橄榄油。对，其实它用烟港喉改橄榄油可以拿来卸妆哎。对，就是拿来擦。滚嘞，来打开来。你吃的时候呢，像吃那个油的时候，你打开瓶的时候，其实也要有一个香气。然后这边呢，大家可以顺便跟大家就是说明一下，一般呢，如果有枣栽果，好，好了，它有分枣栽果跟晚摘。枣栽果跟晚摘果。对，枣栽就是它还没有成熟，大概6、7分的时候，你就要先采。那它油脂量比较少，可是它的酸价比较低。就是品质比较好。品质比较好。对，如果说是晚摘，就是比较熟的时候采的话呢，它的油脂量就会比较高。可是它的酸价就很 low， 就是没有像早摘的那么的好，但也是很好啦，只是说没有像早摘。你要先试吗？对呀。好。如果是比较早摘果的话呢，它的那个香气会比较像青草香。这对吗？对吗？哦哟。他点头如捣蒜。胡椒是不是很重要？恰到好处。哎，你要留一点点哦，因为等一下要放在上面啊。你看看我是不是很贴心？好贴心啊！来装起来哈，来先装起来。好，按你又起了。否则被咪咪的滚毛，唔怕啦哈。可以的，没关系。哎，你刚才正给的那个素羊肉丢进去以后，它其实颜色就变了哈。对，而且它还会有一点味道。肉皮的盖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因为我等一下喝第一口一定会咕咕咕。来，等起来啊，背上来。好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好丰富，你等起来问太嘎看一下。好。像宽蓝没有？龙太嘎讲，你要抢太嘎色的黑马干。橄榄养生菇菇汤。谁哈？然后重要的是给它 set， 系啊 ，set， 所以是给它 set， 嘿，是给它 set。给起来有啊，按上性酸酸的，如果给它碱性的，对身体是碱性的，对身体很好。嘿，去前菜还有盐水叶，还有酸条。好，那你宽月当中就是意大利面酱啊，只是你豆橄榄还有橄榄油。橄榄油它是所有的油种里面啊，最稳定的。所以你如果说你一定要油炸食物，我们就更建议用橄榄油。是糖啊，肚子很摇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喝下去一定就是看我的哈。哦，咕咕咕，哎，很长哦。我刚刚只是咕咕咕，现在是咕咕咕。来弟，你醒脑了，整个人都起床了，对不对？元气马上补充上去，好厉害的汤。那我讲，因为我刚说过上那个啦，你要煮过的啦，而炸个水一边，还不错哈。你还干，它有一个甘味，它有一种香甜，清爽的香甜，好，韩国搭配
菇的味道，那个整个那个有没有跟你讲？就多绿宝藏。梅头天生嘞，很嘿。请受我一拜，我真的跟你对不起，我刚刚有点瞧不起你，也没有到瞧不起，我只是不相信，我觉得怎么可能？橄榄，你平常时这个是啦，你还讲橄榄油加了梅底不会读出做的事了，真给他改呀。真的啊，爱梅也好，不管是煮，不管是煮麦，煮盘，还是同面线，跟以前同面线没用大概苦茶油，对啊，我底下都用橄榄油嘅，我冇特別加落去後，調用到嘅調料啊，叫啊，叫到是2碗盤。跟你講到面啊，就喜歡生面咯，等下煮面好冇？好的。這你要改，你怎麼有求必應啊？就我只要是跟橄欖有關就可以有求必應。選美小姐，我們今天來到第1屆那個橄欖公主的選拔，對，選拔現場，我們抽出來的題目是，你要做面咯，可以嗎？好，我們一定全力以赴，好的，加油，好嗎？為了這個世界，加油，好嗎？跟你來做乜嘅面？做意大利麵，是吧？意大利麵，萬用醬。萬用醬，意大利不是白醬、紅醬、青醬，你是萬用醬。我就是萬用醬。你要拌意大利面、拌飯、拌稀飯、拌麵包、餅乾都真的。你的萬用醬就聽就 Andy 給橄欖萬用醬啊，綠寶藏萬用醬，我真的太期待。接下來之後，按照意大利面做萬用醬來走。意大利面做萬用醬，我用下假法都講唔出來哦，你做嚟講嗎？意大利面做萬用醬。懂听，萬用醬啊，就像萬用醬什麼醬？譬如說，它可以烤肉，拌面啊，它可以拌面，可以拌飯，比如說的餅乾哦，麵包，這真的是萬用醬哎，吼，後來萬用醬給給別人來生麵，生麵，意大利麵咯哈，來，先不要容易煮，那我們先來煮水滾嘞，對，不用鹽嗎？哎，對，要先放鹽，剛停就停哦，好停，差不多了。不用海比說因為要萬用醬，厲害的地方係喺哪裡？厲害的地方就是要加橄欖油，加了橄欖油。所以你剛剛講的，橄欖先生橄欖油，哦，好來，神切。那我們先來處理橄欖，然後橄欖然後等下不用碰變捆。哦，這樣會控用，用您切一半。好，兩次切到，你是切到了哈。哎，按你是做的什麼？做得啦，你做咗係咯？你需要唔食什麼？咪講我按叫一唔可以拿班就唔係。它是萬用式吃源，萬用式吃源。你要變狗咧，你食到好就按好軟啲的，不按硬。它口感有點像鮮渣糖的款，可是一個酸尿的米絲，其實我蠻喜歡的。龍卡安尼是個養生菇菇湯，跟那個味道已經煮進去了。你是冇窮啊？你知道那個色是什麼嗎？跟橄欖嘛，好重要的是給它色。係啊，哦，所以是給它色。係，是給它色。給起來要按上性酸酸，如果給它鹼性的，對身體是鹼性的，對身體很好。嘿，這個色是很重要的東西。但是我們後來為什麼決定一定要把這個橄欖啊，哈，發揚光大？為什麼？要蠻高。就會講應該分類化合物最重要的一個經濟價值啊，你看該分類化合物質拿來抗氧化、抗自由基的啊，然後它對於那個殺菌也很好啊。按你講有就在抗癌哦。係啊，你從之前看那個《紐約時報》是講，在橄欖油油嘛，第本毒有家東西，叫做 Olea Candle。哦。它是經過科學的驗證，說它可以在短時間之內殺死很多的細菌。哇，哇，那它真的是我們人體的那個很重要的體內的環保大師哎。哎，難怪哎，其實 Andy 都我們真的吃到都是蜜餞比較多，我們怎麼會去知道這？頂多橄欖油吧。對呀，對呀。哎，你要自做麻糬因為哈，我們要讓它的那個口感啊哈更順嘛，跟柚子油啊，你吃的時候從按住一東西按卡等住炒嘅，你要先煮過嘅哈，皮薄起嚟。你一般上講，你嘅橄欖油粗榨橄欖油，總免拿來泡東西，總免拿來油炸食物。
安用的观念是正确的。这个观念其实不是完全正确。那就台咖都地哈，橄榄油它是所有的油种里面啊，最稳定的。哦，最稳定的。对，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，它是最稳定的。所以你如果说你一定要油炸食物，我们就更建议用橄榄油，因为它的耐热度很高啊，然后它的油脂又很稳定，所以你在就是在佛安烧动慢些，你就加落去，你哪没加橄榄油，你还没死。就会有化学变化，就会致癌啊。所以你用冻好的食材，可是你煮出来先应该有什么重量？刚才你有讲用橄榄油啊，虽然讲你预热的时候营养会流失一些，最起码了是安全的。哦，给呐，你要对食安问题太搞懂清楚嘛。来，三号来做嘛该？那到时来给切的，切悠悠的哈。哎，那你看那个当中就是意大利面酱啊，只是你倒橄榄还有橄榄油。橄榄油。跟琼蓉龙妈妈讲，黑第一粒去做较大的位，不要变小。嘿。但应该就什么是台妹是讲赵新红啊，原来唔使表里表干，可能出门，然后赶菜现在就是马谁哦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快一点？你为什么不快一点？来，都摆懂，他太搞了，高嘎主持，因为在厨房里面坐在堂都懂都妈妈的心声。对呀。哎，你要不来看到，你会动天数吗？鸡哦，看心情呐，看心情呐，看心情，主要是他有没有空啦。他如果有空，他会过来跟我帮忙。你好体贴。哎，公到老公因为今天大部分没空啦。不会啦，他就忙别的嘛，就是我们分工，他负责赚钱，我负责煮菜，小朋友负责读书，就这样，各司其职，超忙一。对，真的。你看你堆俩橄榄。按研究真透说，我真的一直要叫你橄榄公主哎，那意思讲你以前的号码该呀？以前学电子，哦，对，后来就是不务正业，跑去学念新闻，然后呢就跟我先生就认识了嘛，认识之后发现哎，回家种田也还不错，应该这两年先懂精彩哦，对呀，哎，加冠冲头讲啊哈，你做嘛头路啊哈，你保姆还没全部开始跑。嘿啊，哎，你跟你讲我懂。对啊，很有道理。干脆自己要吃的东西自己种。是啊，你看台北的人，台北就是住北都没有自己种菜的人，他们买是不是要去外面买？那你怎么知道种菜的人他是怎么种？我们自己有土地啊，我们种的食材都是很健康的食材。买吃的啊，三好冷做的做黑。保险或直销，还蛮有说服力 ，sales 有没有？你还蛮有说服力的嘛。我这个现在的致命就是那个什么置业啊，应该就是告诉大家，真的橄榄有什么好处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分享。是啊，是。不过真的啦，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，说出来的那个说服力才会很够。对，真的。为到身体改健康。好，跟面按差不多要留意啊。好，这三号来做嘛该。好了，走，等下，就是因为我这个要切啊哈，很麻烦，所以像我们这个量哈，大概我就是数个差不多有10几片哦，这么精细哦，就好了。来，整边捞来。去前菜，还有盐水叶，还有酸条，好。要很碎吗？不用很碎。第三你做的哈。第三就做的。好。我就把它来去表弄平。其实那面是意大利面那种清酱的概念。橄榄公主是用在地食材，去改种出来改食材，去改菜。好。哎，沙伦来切柠檬，切开了。好，切开了已经很熟嘞。好，来弄切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。你好，基本应该准备的是洗炸，上面番茄橄榄油，初榨的吗？初榨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到120，像这是30嘛哈。其实哈，马毛公也不用像这个德国人哈，你算得很紧哦。其实也不用一定要算到这么精啊，只是有时候觉得说，哎，那个味道可以再更好一点，再更精确一点的话，就好后面。好，然后琼阿又准备，因为。番茄酱还是要酸呐，对呀。如果你讲吃
要依靠那个番茄本身的酸，可是啦不够，那我们就会这样，总要加走带果醋。果醋，你还买该水果？就看你喜欢吃什么，像我喜欢吃水蜜桃，水蜜桃就用水蜜桃醋、苹果醋，对，差不多加几度，上海它酸的就加度。对，就是随自己口味。可是呢，因为果醋比较甜，所以我都还是会加一点柠檬。柠檬是自然的清甜，对，自然的清，就是一点点酸。对嘛，有柠檬。可以。好，我不用很多。按辣嘛。嘞。面该煮好的哈。哇，其实一讲呢。要加点盐。好。来。加豆浆。再来一点。好。好，我来帮你。想要补一点东西，你要补什么？想要补黑胡椒粒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很重要。喝汤的时候加黑胡椒很厉害。好，做对嘛？做对对，做对按做对对。接下来龙牙面不用盘的档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就要看你功力了。粘在一起。做对吗？做对哈。可以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加了哈。哇，其实可以的，当将来等下都批到东向的面哦。嘿，好像我喜欢吃酱多，我就会加多一点。有的人讲啊，去东江讲啊，那个橄榄油会不会很油啊，或者是其实不会呢。不会啊，它很像果汁。以前常常讲说那个什么，都是讲什么橄榄油，橄榄油。我盖罐没讲。我们炸那个柳橙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会讲柳橙？真的。对啊，那为什么炸橄榄要叫橄榄油？是不是？橄榄油都说我那么会，我还是加一点东西啊。硬加。有冇？还有哦，我弄讲，黑讲加一讲生毛包，它要买饮色来，弄一个在旁边好，给大家看，就一样哈。这个又是好棒哦，一个很特别的料理了。来吃到啊，你的甜色俩没倒好，就不是讲讲哇，汗流满落哦，这个色的。好了，龙太讲讲，我有功劳哦，硬要说自己有功劳，归你的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。好，龙太讲讲，俺酱太讲谁嘛该？意大利面左万用酱，来学习喽。其实应该你创头台种的系种嘅意大利嗰种黑橄榄，那你创头台是做黑橄榄哦，所以是做好食的。所以我今年好头咧嗰啲一般嗰啲博士咧用嘅咧蜜饯来取代黑橄榄，是咧有好香嘅好食。应该咧系做辣嘅。好，煎一下腌，稍微腌一下。就熟啊，那小个快就是冻一下，冻埋佢。呀，上。一宽就点上上，冻高一。万用酱哦 ，Logica 是你的万用酱的威力。对啊，来刚刚做的时间，这面可是我卷的哦，真的。橄榄油啊，用底白度所有的食材的味道顶得非常的分明。你们会吃到讲啊，我现在在吃意大利面哦，我觉得我好像又在吃某一种很好吃的顶级食材，然后吃到譬如说tomato的时间，我觉得我好像又在吃海鲜什么的，好像真的有肉，其实没有好的橄榄油它可以把那个食材的那个味道可以很精华，对。我吃到啊哈，我吃落肚啊哈，就是那种就是质感提升，冻琼怎么形容呢？料理油里面的香水。对不对？好香哦，棒哎，另一半甘拜下，不好意思啊，公主，我吃你了。我好想把你的万用酱带回去，然后打皮盖西球啊，洋芋片，还是那个什么，给我儿子吃。也不错哦。味道感谢两位，好，唔要介绍。
我们的橄榄公主，你就煮暗好色的东西，给是暗好油。阿龙讲，有一个主厨董厉害哦，他会把所有顶级食材变成最顶级，推到最顶吗？哇，可以顶天立地。好期待啊！你懂他啥？哦，那我很期待哦。阿龙讲，调好一下就懂的东西都要好，哎，好吗？好，知道。而且啊，是茵茵的最爱。真的吗？那就是你应该也会喜欢啦，小鲜肉好不好？不要讲她老公在看。没关系，这一丈，哎，这种丈夫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看到的时候，这样你们两个，好，让个位置给他哦。不行，在你这边好了，他在你这边好了。我们要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分享。好，来分享呢，阿兵哥，卢俊斌啊，哎呦，有见面啊！來，哎，大家看到嘅咕咕湯，咕咕咕，有聽到冇？有。唔加啲那邊啲台總都聽到嘅。一直會聽到，你也上紅蔥嘅。唔可以炒紅魚咧。不是沒開玩笑嘅，萬用醬。萬用醬有沒有厲害？厲害哦！哎，你是多國料理王哎。係啊。哦。看到呢個就都應該啲通條仔做嘅。條好味啊！對哦。肉飯就利用你嘅咧橄欖做乜嘅料理？係啊，要啊，以前嗰啲用阿蘭啊，要嗰啲咩葱條四川要嚟用，但是嗬，要用冇強來方式學嚟表現。哎呦。哦。誒，講冇用再講冇強用做唔得，一做好啊。先講下名菜名，喊下佢。呢個做頂下做係咧橄欖沙沙香煎鯛魚。哦。誒。橄欖沙沙香煎鯛魚，哇，兵哥呀，讲哈，橄榄油顶级的，当然我们要请到顶级的师傅来了。沙沙酱来懂挑哦，哦，我很挑，但是你看一下，这边橄榄公主，你挑不挑？黄粉啊，他讲都係嘅挑橄欖油啊，橄欖哦，一天都賺嘅呢。你見唔要因為吼橄欖公主了，你做得又冇強樣。強勢嘅啥？做了意式料理，應該是做了哦，很傻逼哦。來，開始做哈。好，鯛魚知道嗎？鯛魚配沙沙醬，這算是哪一個？就意式的料理。其實我愛做了橄欖沙沙，其實應該你從頭來用嘅係用嘅意大利嗰種黑橄欖。那你從頭開始都黑橄欖哦，是不是好食啦？其實我喺頭來啊，是不是都好食？所以我今日好頭咧嗰啲一般嗰啲保鮮咧用嘅咧蜜餞，用咧做嘅咧蜜餞來取代咧黑橄欖。是咧又好香又好飲，所以而家麵包，等下麵包係先愛先烤，來，將烤盤準備好，我好，你看茵茵啲人呢，嘎嘎魚後是後，他現在是那個烤香公主，烤香公主跟那個瓦斯爐小姐，你哋要懂厲害哦，其實係古代凍種料咧，冇簡單咧，是不是？係啊，然後你是麻煩茵茵啦，紅衣凍叔叔啊哈，好，來不用客氣哈，其實不是太久沒有，要熱熱的。我不去烤一下做嘞，要烤臊子做的嘞，3分鐘，烤3分鐘才能做的嘞。好，來做沙沙醬的哈。佢哋做咧橄欖沙沙，另外厲害切咧토마토用咧細番茄，因為嗰啲細番茄就啲水果咪好甜呐，細番茄好甜呐。就個咧切了咧蔥條。哎，阿炳，你對咧你個橄欖油啊，你個印象係樣板？其實嗰啲。做咧四川哦，葱頭就係用咧橄欖油，其實咧橄欖油分咁多種，有分咧冷壓嘅啊，還有誒做啲高溫嘅。其實因差到佢個處理橄欖油嘅過程，係佢講做提白啊、甜白嘅橄欖油，做咧梅頭是冇強量。誒啲哦，佢比你哋講哦，講本來糖出酸嘅，我沒有那麼聰明。今天我們有真真正正的橄欖公主在旁邊種的青菜糕。你啊，嗰啲要橄欖哈，橄欖你買嘅橄欖冇杯的，這是甘草粉嗎？係。好，撒下落去嘛該。還有咧要香菜，好，還不用掉香菜。鹽水耶，哈。美君。有。你要
跳跳学起来哦，爱动眼睛呢。哎，听啊，看得出来，哎，看你做出来，就知道你非常的聪明又伶俐。哎，吃豆啊，你看老公透豆，你真的是他的福气。你要跟他讲一下，电视会播出去，老婆不要剪掉。哎，其实我发现以后，今天就nhập人机，而家形影对一下客气哦。其实就私底下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听说有认识，就是会。你还冇来？辣椒酱。哦，辣椒酱係。種的是溜的西川是個意大利面嘅。Tabasco，我最愛的 Tabasco。好，每個我都很愛。只要是辣的你都喜歡。用胡椒。哦，胡椒粉嚟。攞條黑胡椒嚇。啊，唔是不用鹽，係唔是不用鹽。係，係生鹽，來哋。好，就然哈。哎，剛才你挑選美君啊，做嘅係萬用醬哦，那你這個也算是萬用醬。係，咁應該你係做冷嘅啦。沙沙醬。好，你要用同葱油嘅橄欖油嘅哈。放去。好。油油亮亮。對。好。要將這樣嘅處理好，是先來一邊來。好。其實講到鯛魚，也是我們台灣的漁產寶藏。係啊。哦。你啲鯛魚呢個都，比如講好，凍鳳片是賣得多，一個條川處理好咧，係啊，賣得那是可能佢。唔是講有骨頭啊，呢啲。好，又係用吊山。還有乜嘅？叫胡椒粉。胡椒粉。我愛聽他說話。因為你知道講海量有一種，就是會有講海風的東西，胡椒粉，好出力啦，係冇？意大利香料。意大利香料。誒，你諗譬如講話啊，係講方言，你譬如係乜嘅？係通時誒，碰到咧係酒啊，咧係白酒，白酒。你係譬如講客家腔粉粽哦？有啊。那有，我講其實佢講。過年的時節，它其實是港腔。哦，港腔。對，是南港腔。提升哦。或北港腔。好，哎，今年它醃稍微醃一下。還有係用到你嘅咧。哦，橄欖油。應該你兩個係用海鹽，所以我係放喺你嘅食材又鮮，哦，小狗又拎到。油樣嘅。師傅，我想講嘅麵包運動好嘞哦。係麵包全都找我烤臊是做得咧。我來撈麵包拿出來。好。好，我切嚟都切好嘅，係，將準備好咧。數一下哈。我來燒哦。好，聲音哦。哇，呢麵包冇過乜嘅，豬蛋腔麵包。喺烤嘅時候咧，會烤崩啲斜斜樣嘅，佢嗰啲咧凍住，所以嗰啲火一定係好猛啲，火一定係好猛啲，啊火會好燒啲，然後嗰啲變下去，好。哇，你係上。師傅係講我冇用鯛魚，用乜嘅魚係適合吧？咪都係用嗰啲鮭魚啊。鮭魚哦，鮭魚啊，好，鮭魚的油脂也很好，嘅油味凍多。哇！呢種轉經梗係做咁樣，梗係油條多咪攤起啦。其實唔係油凍多。誒，你看魚嘅油鬆冇？因為啲魚嘅較薄，冇按盤，哦，就睇緊用慢看。其實嗰啲按講啊，要熟啊，嗰啲時候用筷嗰啲凍一下，凍埋佢，啲下按上，一看就凍上，凍過去，要熟嘅地方啊，唔使凍一下就會凍過去咧，哦，那一邊講啦。這個跳看一下，有什麼？哇，好漂亮哦！我節目一樣嘅，叉叉樣嘅哈。其實你睇別人過來啊，接待茶當中跳舞哈。你當上跳舞啊？其實像好香哦。摸下哈，做同下一起做同一件事。好摸下改向心力呀，嗰個改凝聚力、感情，睇下冇強用。從喺睇嘅妹嗬，實驗先咧。佢會煮意大利麵冇係食嘅。我就係方便啲煮菜哈。佢是會學，讓佢聽學，聽人學開火。我記得會開火咧，就是煎卵啊。煮意大利麵啊，我炒紅薑水啊。好好哦。你那裡講嘅細細時間學時咧，一天要
7块，以為你成7我出眾嘅，還有7米，其實應該呢度三個絲嘅，是咩係樣音啊？你這樣好過分哦！哎，可是洗碗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呢。是啊，那洗乾淨、洗不乾淨就有差了。這可以學到人生大道理，是不是？太棒！我倒想知道你洗碗的人生大道理是什麼？碗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，要知道那個順序，就像人生啊，你不能走錯順序啊，知道嗎？啊，阿彌陀佛，又來。先讓我們的食材有溫度油，下起數唔乜鹽落嘅。係啊，我做媽媽嘅吼。就上來煮呢料理本身也是因為很有營養嘛。不過如醬蓋肉，我第一個動作都是先拿鍋蓋。真勁呢！但係上次哦，上次應該你講嘅東西表阿姨啊，有牽木過啊，嗰水蒸氣送來時間，嗰調落嘅水油係跌到冇嗰啲位。哦，我係拿來牽皮咯，你冇看到我係動作，我係拿來牽我面，樣攤到面。我特別啊都。就是煮出來的時間，看按那些東西哈，按做下來。我到這裡以後，你通常都會說一句話，因為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嗎？加幾多錢講？要半夜出幾多錢？請出價。你啲冇可以用盤的按種啊，哦，按你夾來是差唔多150塊。按你吼，等下種啊。520條。哎呦，200加20條哦！我就知道你抓不住我，因為用我們頂級的橄欖油。真的，你抓不住我了吧？哦，哎你啊，要不用嘢這些，還是準備睇下挑好啲醬啊。就給淋上去。沙沙醬。哇！哎，我攏講，這橄欖油哈，需要倒給那個魚肉裡面哈，我覺得那個肉一定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好漂亮！哦，雙贏嘅，要拿幾多咧？橄欖。我這時候好希望我是這個盛盤哦，吃到它，感覺就可以吃掉它。哎，好，那配色的啊。哦，披薩。我表一下。哦，來，吹一下哈。來，英英，請換位置，因為主角橄欖在那裡。好，橄欖公主應該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來者是客。謝謝。好來，聽下龍太家講，今日阿炳師傅，哎，向太家說的係乜嘢？橄欖沙沙香煎鯛魚。誰好哦？吃到橄欖比禮拜都攀當沖嘅角色。係橄欖冇用幾多水，用當到去調味佢。係啊，用到湯啊，用到埋東西。其實本來嘅橄欖油是凍香嘅，係佢哋係蜜餞，叫酸香嘅，要配토마토啊呢啲東西哦。其實佢哋是凍契合。太喜歡你的公主，我們今天來宣布你就當選了。哎呦，真的，不用選就選上。家家有好食之橄欖公主，冠軍就是美君。哥哥，我是啊，對，我要嘗一口。這是藝術品，我捨不得吃啊。係，啊麵包樣斜斜啊配啊那啲。你進步了，這麵包烤得真好。所以最好的是麵包加橄欖油。沒有，這還好，我沒有提醒你哦。那個橄欖啊，那個蜜餞這樣子吃，原來也是，因為它有加胡椒粉。我覺得然後跟那個油，然後還有那個橄欖的香氣，真的很搭。真嘅，然後餅乾，然後那個麵包又烤得，嘿，剛剛好，脆脆的，還嘟嘟而且前面都有蟹。你是仔沒？而且在。來講講呀，剛剛看到，哎，你怎麼在吃魚？我見蒙肉，來講，來食到吼你用啊，這一拜吃到講，哇，這個魚肉用麵包融合在一起，我以為它是鯛魚麵包這種感覺，整個融合在一起。
两个铁白色的沙沙酱，底白度不会让我觉得很突兀的。譬如讲，你大白色沙沙酱不没太酸，就太烂，或是番茄味过多，但是我吃到橄榄的底白度攀当冲的角色。嘿，应该你用了橄榄冇用几多水，用当多调味，用到汤啊，用到买东西。其实本来个橄榄油是冻香的，哎，配了蜜饯，就顺天咁，你配토마토啊那东西哦，其实配的是冻契合。哎，有强冇？有强吼，真係濃厲害。可以嚟哈，可以嚟。佢凍到東西真係好。我愛真緊凍推薦，安尼介觀眾朋友吃咖來做，因為你係橄欖甘草橄欖啊。特別安尼介你係講，香港你用嘅Tabasco嘅辣椒料，帶出一點點嘅辣嘅味道，咁講係橄欖嘅香味，很係肉。很厉害哦！你甜食很甜食都懂哦。难怪我这么喜欢你。哎呦，不要趁机告白。哎呦，太快的料理。當然啦，我們橄欖公主哈，我知道懂來批封你，就是講，哎，你做一件事情。懂专注，就像师傅用的呀，哎，他很专心的为这个食材做了一个这么棒料，就像对橄榄按专心、按专注，你按很发展马该用的产品，譬如讲橄榄油，还有马该，橄榄茶，茶哦，橄榄粉，橄榄粉，做在指甲时哎，它的功用是什么？就是肠胃的保健。你胃肠是好，系咪？马该运用。是都会吸收。有的人讲胃痛啊，就喝一杯那个好的橄榄油，其实很有效的。很有效。哦，我又觉得你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，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。买吃到谈那东有没有感枪你？因为我那好东西，像来给别处提供啊，这东西做在按后，它的营养成分这么高，还有按多种的食法。我期待你这接下来有更多不同的这个发展。谢谢。够嘎助身。好啊，好。太喜欢你了，公主。我们今天宣布你就当选了。哎呦，真的不用选就选上。家有好食之橄榄公主，冠军就是美君。沈梦英那边沈梦师傅哦，沈梦，哎，我容易讲沈梦啊，我刚一开始讲啊，我下摆堂讲故事，我已经整堂做我们的东毛衰。对，吃完就有故事了，是不是绿宝藏？各位朋友，你还记得国修老师讲过一句话：年成年后做好一件事情。提出功德圆满，就像你做一件事情，不管你要做嘛事情，读书好读书，吃饭好吃饭，做事好做事，搞了所以好搞了。当然，好看家又好生，也没系功德圆满咯，好不好？记得通常时间收看家又好生。欢迎大家来主持。再来，来继续生。感謝電視台，感謝兩位主持人。本來今日有隻機會，我哋來學習新嘅料理。咪當感謝，讓我本來有隻機會，來介紹新做嘅橄欖或大家熟食。希望大家熟食橄欖，了解講橄欖對我哋身體有安好，以後來從向內的保善來食橄欖，食橄欖茶。希望大家。